再来看台南市东区大学路甲胜利路口，昨下晡有一个76岁妇人人伊驶车载朋友，却向吹油门弄红灯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2个人受伤。这个妇人一开始是讲伊甲油门打做是董仔，后来又佮讲是董仔歹去，伫事后伊是防以10万块交保。 车祸罹难细陈的阿伯，伊的小妹甲孙仔车到透早对高雄赶到台南殡仪馆，等待检察官上验。面对这雄发生的意外，家属是秘书无加讲。车祸发生伫咧初八下晡，76岁姓刘的妇人载朋友经过东区大学路甲胜利路口的时，车辆雄加速冲过红灯。这个路口是全市上的路口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2个人受伤。各拢派路边29台机车吊随距离超过100公尺。有关肇事车辆，本轮局当场依法查扣，并呈送台南地检署调查侦办。 警方调查，妇人一开始讲是无细力打到油门，后来解嘴，讲是董仔各样，口径翻起翻倒。针对这个状况，汽车技师强调，董仔各样佮加速冲出去是无啥可能会发生。若拄到董仔各样，上好是放零油门，转空挡，佮要求董仔防止爆冲。我油门踩下去会有脚踩住脚刹车，不放的话。 原则上，它的油门是回来的。油门如果卡住了，然后又发生刹车失灵，这样的几率高不高啊？照我们来讲，应该是微乎其微。警方表示，现场相关当事人就7达拢是零，驾照嘛无问题，监视身体健康因素起底，搁要进一步调查。因那调查原因初判是机械操作不当，不过也是需要搁厘清。警方事后以过失致死罪移送台南地检署复审了后10万块交保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